另外，再來看昨暗11點半時，台南市中西區的五惠街呢，有一搭工地是熊熊大火燒，這消防隊加載是佇半點鐘內就甲拍火去，是無人傷亡的。初步懷疑哪像就是有工人烏白等這昏頭，才會造成這場火災。當地民眾其實真憤慨，因講這五惠街這帶呢，其實過去這2冬來都捌發生真濟蓋這個凹坑的意外，這個工地又閣大火，互人攏袂當安心。伊是暗時11點半，台南市中西區五惠街和西門路一段交叉路口的建築工地傳出火災，附近住戶發現工地大火，趕緊報案。消防局出動13台車到場，因為工地大門鎖咧，因隨拍破門入去轉水，短短半點鐘，甲火拍花。不過這場火警嘛，互住戶着生驚，因偏向這搭過去2冬內捌發生過4擺凹坑的事件，這擺閣傳出火災，少年帥的公安，互因對居家安全真煩惱。是哦，你有出來看的對，11點多。哎，無煩惱咧，已經煩惱幾啊冬了啊，害我攏遭憂鬱症啊。有沒有憂鬱症哦？本來就憂鬱症啊，煩啊，就有一種壓力啊，緊張啊。這邊都開始裂啊，一直裂啊。有裂痕哦。對啊，有裂痕啊。地板還會有裂痕。對啊，對啊。以往沒有裂痕。以往就是沒有那麼嚴重啊，越來越嚴重啊，它會一直裂開。消防員初步勘查導火地點在工地的地下1樓，主要是廢棄柴棒燒起來，面積大約10平方公尺。加在這陣意外無造成傷亡，導火原因消防局懷疑哪像是工人咧施工，無說你留落來昏頭才安尼生。那看的是一些廢棄的木板在燃燒，我們那個疑似應該是工人留下的那個煙蒂。本案起火原因，後續待消防局釐清。調查報告結果如確為營造廠商施工或管理不慎造成火災，工務局將依建築法裁罰。針對這單意外，消防人員在火完全拍火去了後，mau向工地業者和負責人進行預防火災宣導。消防局強調，要愛嚴格落實火源管理，確實巡視工地四周圍的環境，預防這款意外再發生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